主后2025年12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互人坦然无惊会疼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翰一书第4章第70到21节。亲爱的朋友，咱着相听，因为听是对上帝来，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囝儿，嘛捌上帝。无听的人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听。上帝找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，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。对即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，毋是咱听上帝，是伊有听咱，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，这就是听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若遐尼疼咱嘛着相听。无人捌看见上帝，咱若相听，上帝就踮伫咱内面，伊的听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。上帝已经有将伊的圣神赐予咱，对即个咱知咱踮伫上帝内面，伊嘛伫咱内面。爸找伊的囝来做世间的救主，阮有看到，现在做见证。宣认耶稣是上帝囝的人，上帝踮伫伊内面，伊嘛伫上帝内面。所以咱知，搁信上帝有听咱，上帝是听，有伫实行听的人，踮伫上帝内面，上帝嘛踮伫伊内面。对安尼，听伫咱中间完全实现出来，互咱伫审判的日通勇敢毋免惊，因为咱伫即世间甲基督共款，有听就无惊吓，完全会听赶出惊吓，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，有惊吓的人听还无完全实现出来。咱着相听，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。老人讲，我听上帝，毋过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伊是白贼，因为无听有看到的兄弟也是姊妹，哪会听无看到的上帝？听上帝嘛着听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，这是咱对基督领受的诫命。互人坦然无惊会听。即几年，武汉肺炎新冠疫情蔓延，战争爆发，国际经济起伏不定，确实互世界陷入不安。伫即种氛围下面，互人真好选择去听别人，因为顾家己都骗袂喘，哪有毅力为着别人设想呢？还记得2020年疫情大爆发的情况嘛？当当时喙炎需求不断攀升，一片恶求，人抢要买的喙炎减会当白白送互其他的人。因为疫情也毋知影何时才会结束，喙炎阁无法度满足所有人的需求。伫恐惧的心理下面，人就真好真正对别人付出听。约翰一书的作者讲，上帝是听，这显示上帝本身就是听。可见，听毋是上帝所做的代志之一，是伊所做一切拢是出伫听。作者阁讲，上帝找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，要互伊对伊得到活命。对即个上帝听显明伫咱中间。上帝听是无条件的，伊早就伫咱还是罪人的时，就透过耶稣的牺牲表达伊的听。这也证明咱着相听，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。换句话讲，若无上帝先听咱，
就无咱着相疼，也就是咱无法度真正对别人付出疼。因为上帝疼进入咱的心内，互咱有能力持续去疼人。希腊甲考巴讲，这种疼并无要求、追求、索取、唤醒佮激发咱内心的疼，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疼，互咱自由去疼。这种疼甲过去到现在所做一切截然不同。因着上帝的疼，互咱通得对原本自私、自我中心的思维，转做学习基督的样式，愿意为着疼人做牺牲。这也显明一个真理，就是上帝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，这就是疼。安尼的疼，互咱的心无互恐惧占据，互咱袂为着保护家己就无去疼人。当咱会当用上帝的疼来疼人，上帝就踮伫咱的性命内面，因为安尼上帝的疼会当透过咱的性命完全实现出来。伫将末来临的时，无人通逃闪审判，总是当咱实现上帝的疼，伫审判的日子就会当坦然无惊吓。就算伫生活中面对动荡不安，甚至受到别人的伤害，因为有上帝的疼伫咱的性命内面，咱就袂搁再惊吓。这毋是意味着疼早就存在伫咱的心内，是因为上帝先疼咱，互咱通赢过所有的恐惧，互咱无搁再干那想要保护家己，是爱勇敢去疼身躯边的人，就算是遐个无可爱甚至伤害咱的人。上帝是疼，是互咱坦然无惧的疼。默想，当我去疼人的时，心中会恐惧无？是毋是会惊受拒绝，惊搁再受伤害？若是，着安怎赢过安尼的恐惧呢？当我去疼人的时，心中会恐惧无？是毋是会惊受拒绝，惊搁再受伤害？若是，着安怎赢过安尼的恐惧呢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主上帝，因为你先疼阮，阮才会当伫不安甲恐惧的时，犹原选择去疼人。愿我所做一切，毋是为着彰显家己，是彰显你对世间人的疼。也因为这份疼，我通坦然无惧去疼人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新心灵，拢勇行平安。